好，来，乡亲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挂羊头来卖猪肉。这台湾消保协会较早发现，一间伫台南已经开20年的羊肉店，为澳洲进口的羊肉竟然是有猪肉成分。另外，为这个网络平台随机来抽查到25件肉品，包括这个羊肉串、羊肉丸啊等等，嘛查出到6件有掺染到猪肉。消保会讲，这个羊肉是毋是有套染到其他的肉？为外观看袂出来，所以乡亲若要买，上好甲有信用的店家买，啊来源的标示嘛要看好清楚。羊肉炉芳上刀有够芳，有真侪人寒天进补会食这味。不过消保会抽查台南、高雄、屏东出名羊肉炉的老店，甲肉品的专卖店，来到台南这间。台湾你无进无当食，这个计较。澳洲。讲拢是外国进口羊肉，有真侪人来伫排列，是讲点一份沙爹炒羊肉，上验了后，内面有猪肉成分。加了猪肉以后，还要加一点羊油，这样才有羊味儿。所以我想，作为消费者是很难分辨。出名网络平台，这个纽西兰、澳洲的羊肉片50公克140块，俗俗卖。不过这一个上验，其中嘛有染到猪肉。抽验25件肉品，有6件拢是同款的情形。与标示不实跟这个伪参假冒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的清楚。那如果说是有意图欺骗他人而为虚伪标示的情形的话，那这会构成刑法虚伪标示罪。羊肉染猪肉的产品，透过网络伫卖，可能已经卖到全台各地啊。这染到的肉来源是倒位的，根本唔知影。消保会就提醒讲，敢有染到其他的肉，根本就看袂出来。咱乡亲伫买进前，上好去找有信用的店面，并且看清楚伊来源、成分甲标示，安尼食了才会安心。